鸡哦，麦当真做是宠物治疗的老师。就在大学最近护理系课程，都有一只鸡哦，会教学生来互动，那么做伙来看麦。好，你要坐下来，叫声威。好，悄悄，好，牙齿一转。提出呼啦圈，这只叫西门的疗愈鸡，伫教室内甲同学展开各种活动，其中包括摸鸡。你有被疗愈到吗？可能，可能有。大部分的同学拢是只食过鸡，唔捌摸过鸡，对鸡除了生分甚至会惊，也唔知影鸡会当担任宠物治疗师。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斗阵了后，所有的同学拢转换心情啊。摸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心里会有比较平顺的感觉啦，劳累的心情会有会慢慢的消退。我觉得还算有用啊，真的。因为是第一次，所以我就是很想要碰触它。对，因为它毛茸茸的，然后又其实很舒服。主治大学表示，会安排这款的课程，都是要让同学体验不同的多元疗法，体验动物护疗的方式和过程，到底会当带予病人甚至医疗人员什么款的感受。孩子要了解这件事，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疗愈的方法。那其实鸡呢，它本身其实是很温驯的。让学生体验不同的那个多元的辅助疗法啦，对，然后那因为疗愈鸡，他们可能在鸡，他们平常也比较少接触得到。主治大学强调，护理系同学未来有机会照顾的病人，包括安宁病人、失智症患者、自闭症囡仔，动物护疗会有一定的帮助。疗愈鸡平常也伫网络享用园区，甲身心障碍者互动，效果一直袂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